大家有冇試過車門咧就明明鎖好噶啦，車窗、車身亦都冇任何嘅傷痕，而防盜系統咧亦都冇響到，但係裡面嘅嘢咧偏偏就不翼而飛，而呢一類型嘅事件咧，全世界都發生緊。近日世界各地都報道一個危機，偷車賊用最新科技偷車，只要幾秒鐘就可以無聲無息咁樣令你嘅愛車變成一架失車。呢個消息係由美國國家保險犯罪局 NICB 正式發表嘅。佢哋喺外國購買咗一個裝置，可以模擬你嘅車匙，喺神不知鬼不覺嘅情況下打開車門，仲可以撻時揸走埋，成個過程只係需要幾秒鐘。究竟佢哋係點樣做到嘅呢？車匙主要咧就係分3種，第一種就係一條鎖匙啦，第二種就可能係一個遙控器，撳一個掣咧就可以開鎖同埋解鎖啦，而第3種咧就呢一啲無接觸嘅智能車匙啦。無論係傳統嘅車匙定係遙控車匙，開車都要將車匙插入點火開關開車。但係呢啲無接觸智能車匙，無論開車門定係開車，靠嘅都係車匙同車不斷發放信號，尋找對方。所以車主咧只係需要將呢個智能車匙隨身攜帶啦，行埋個車嗰度就可以開到門嘅咯。而上咗架車之後咧，鎖匙亦都唔需要攞出嚟嘅，只要隻腳踩住個 brake， 開關掣按一下，架車就啟動啦。而最新嘅偷車方法就係針對第3種車匙，通常都有2個犯案者同時出動。當司機落車鎖車門後，犯案者甲就會帶住一個接收器跟住司機。由於司機嘅車匙會不斷放出信號，接收器就可以接收呢啲信號。接收成功之後，就會將信號傳送翻去另一個犯案者手上嘅裝置，亦等於即時複製你嘅車匙，賊人就可以輕易打開車門上車。撳埋開車掣，揸走架車，話都冇咁易啊！咁賊人其實係冇嗰條智能車匙噶嘛，咁佢哋揸走咗架車之後，點解架車唔會停低咧？基於點解呢架車仍然可以揸到咧？原因就係其中一個可能考慮嘅就係安全因素，因為架車啟動咗之後，如果貿然突然間熄咗架車咧，可能產生另外啲危險嘅。有啲廠商覺咧鎖匙冇咗之後咧，可能會有響個警號嘅。有啲廠商咧就可能乜都唔做嘢嘅，我哋如常可以繼續揸咗架車，因為引擎已經啟動咗啦咁樣樣。報道喺外國播出之後，引起咗一班網民熱烈討論。原來唔少人都試過車入面嘅嘢俾人偷咗，睇翻 CCTV 先知道點樣唔見嘢，搞到車主人心惶惶。而 NICB 嘅報告入面亦都提到，佢哋對35款車做過測試，結果開到其中19款車嘅車門，更加可以駛走其中18款車。就算係名廠出品都未必安全㗎。報告話，暫時各車廠仍然諗緊辦法預防呢類嘅偷車方法，唯有車主自己暫時小心啲啦。唔用車嘅時候，盡量唔好俾車匙不斷發放信號。但係可以點呢？咁有咩方法可以徹徹底底咁阻止到呢啲信號咧？其實最容易咧去阻隔無線信號嘅方法咧，就係我哋通常家居都有嘅，就喺廚房裏邊嘅錫紙啦。嗱，而家架車咧就鎖翻啦。好，而家我哋包起呢個智能鎖匙去。咁啊，包呢個咧就通常我哋咧都有啲要求嘅，就係確保咧就係咧唔會有地方咧有機會泄漏到無線信號嘅。好，咁而家你可以試試睇下可唔可以開到個車啦。好。咦，錫紙真係得喎。不過專家都補充，呢個方法唔係100%安全，最好都係我哋離開架車嘅時候，確保車門已經鎖好之餘，留意埋身後有冇可疑人物跟住。如果有，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啊！